擂台上嘅摔角手又叫又跳，動作又大力，每一下都砰砰聲，好似好暴力啊！到底摔角係一樣點樣嘅運動嚟嘅呢？摔角其實係動作片嘅舞台劇。摔角呢一種性質咧，其實就係我哋叫運動娛樂。我哋用一種運動嘅方式嚟到去演繹一啲娛樂節目俾大家嘅。咁所以摔角係一種運動，你見到好多運動嘅動作啦，但係亦都有一啲演戲嘅成分喺度嘅。咁所以其實係二合為一嘅，你冇話邊樣多啲就你係一個叻啲嘅摔角手，而係你係可以點樣將兩樣嘢天人合一咁樣射出嚟咧，咁就得啦。